大湾地区因为地势较低，长期以来拢有淹水的问题，为了烦恼连年来好大雨再次冲击，所以市长吴美婷特别前往大湾抽水站立基工程来关心风险的整备。该工程开1亿2000万，除了增加每秒会当抽16吨的抽水机组，也有1万吨抽风量的治风池。加上一期工程的抽水量，相信有一定的程度会当解决水患。因为连续降雨的开始，我们特别来大湾抽水站2期的工程。那在我背后那边是1期的工程。总之，1期的工程每秒钟可以抽10吨10 CMS，2期的工程每秒钟可以抽16吨16.5吨，大概是16吨，所以加起来，大湾抽水站如果1、2期的工程都同时动作的话，每秒钟可以抽26吨26 CMS， 这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抽水量。你看一般的移动式的抽水机，1秒钟是0.3 CMS， 所以可以知差多少。因此呢，我想说，对于大湾地区长久以来因为地势低，那长久以来的造成的淹水，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。现场市长听出水利局长的干部在地济里长嘛拢出面关心，了解相关排水分离、机械抽排、甲整个区域的排水整治等方法。会中西湾里长就相当肯定抽水站已经明显发挥效果，暗时嘛困较安心。即摆迄个比较较迅速，水位拢无，退得比较快。退得比较快。甘水沟底都无像以前个，就得久啊雨就满开啊，即摆拢免。暗时啊，困到会去了。面对现在极端的天气，台湾的治水除了抽水站以外，了包括大排、西雅溪下游，市长嘛答应一定会尽速完成。台湾新闻，郭文吉采访报道。